上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8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即马疫情已经有大大稳定。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时宣布讲，对昨开始要放零入境人数，对逐礼拜25000人增加到4万人。另外，对7月14开始，咱台湾民众也是有居留证的外国人，也个要来咱台湾搬飞行机的旅客，上飞行机进前嘛唔免阁提供2天内 PCR 阴性的证明。台湾边境政策阁放零，疫情指挥中心初次宣布，考虑个人出入境需求甲经济活动明显增加，而且 BA.4、BA.5 重症率并不提悬，所以为即日开始，每礼拜入境总额为即卖2.5万人次，调悬到4万人次。各位7月14下礼拜4饭店开始放零个人摕有效居留证，甲所有转机的人坐飞机进前免批下阴性证明，毋过入境还是要做拿喉、喙烂批下体检。整体来讲，不然要加强我们的国际的交流，那满足国人在出国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就调升了在每一周的一个入境的人量的管制到4万人。另外，新冠本土疫情初次增加31364例本土病例，全台只有新北市病例数超过5000例，中重症有243例，死亡有105例。重症个案当中有3个囡仔年岁上细是9个月大的查某婴仔，伊9月底确诊好了后，7月初因为发烧、落瀉这症状挂急诊，疑似怀是密西西谷和受地大院。目前总计的儿童这一波的COVID-19 的重症是累积到91位其中32位是 MIS-C， 那17位是肺炎那死亡的儿童的人数跟之前一样，还是维持22位。因为国内出现第一例Omicron亚型变异株 BM.5 本土病例，是接机回台前幼时被感染，但是中承认开放接机的时阵无加强宣导防疫措施，是有漏高。未来是不是因应BM.5疫情扩大采检加升级措施？指挥中心强调，考虑目前无社区感染，加检疫了后免疫防火墙，所以无考虑升级。国家隔离政策也是维持现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大代志，上新的消息来关心英国首相强森，伊任内争议不断，国会嘛捌对伊发动无信任投票。最近佫爆出伊隐瞒报销性丑闻，短短几工的时间尔，已经有50个官员辞职。因讲因无要伫有丑闻的政府团队做事，而且社会上要求伊落台声音嘛真大。早暗已经正式宣布，伊要辞掉保守党党主席，首相嘛做甲秋天。10月份等保守党开党代表大会，伊就选出党主席，伊就会落台。伫咧50几位政府官员离职时间压力了，英国首相强生催切辞掉保守党党魁加首相的职务。New leader, I say, whoever he or she may be, I say I will give you as much support as I can, and I want you to know how sad I am to be giving up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That from now on until the new prime minister is in place, your interests will be serve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will be carried on. 强生伫咧讲话时阵，现场有人欢呼，有人开喜。伊讲辞职了会继续担任看守首相，一直到10月选出新的继任者。不过反对者加党内真侪人认为，伊应该随离开，权力交互副首相拉布。He needs to go completely. None of this nonsense about clinging on for a few months. 强生并无对真侪造成伊辞职的事件道歉，像保守党副党鞭平息的性塑料，一个派对门事件。I think he's done very well with what he's done so far. He's not perfect as a human being. I think with all Partygate, I think that was a mess. I think the way he handled COVID was a shambles. 这是英国近代政治史上上动荡的24点证据之一。随后则被任命的财政大臣查哈维，随后以公开杯呼吁强生下台。伊讲备案，伊甲其他内阁部长等人去动联会，甲强生讲一切拢已经结束啊。在此之前，前卫生大臣贾维德甲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差不多是同时退出内阁。面对超过50位国员离职逼伊下台，强生本来是讲会继续做落去，不过即马决定要离开啊。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镜头搁转来，咱搁来关心新竹市长林志坚论文的争议，已经有委托律师去告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芳美。昨昏王芳美嘛去告林志坚诬告，佮告林志坚涉嫌侵占新竹科学园区的著作权。林志坚是强调家己的清白，嘛批评国民党日头甲抹黑。
那总统蔡英文毛专讲起林志坚的面册老话甲鼓励。台北市议员王凤仪到台北地检署控告林志坚诬告，佮要告参加这个研究计划的中华大学指导教授等人违反著作权法。王凤仪强调，根据公开科管局委外合约的规定，完成著作了后，相关著作财产权甲著作人格权拢是属于特科管理局。林志坚毋涉嫌学术抄袭，佮有侵占国家财产的问题。这个标案的期末报告。他的财产权属于竹科管理局，这是用人民的民脂民膏。难道今天林志坚可以随便抄？是我们政府出钱来帮林志坚完成他的硕士论文吗？论文抄袭风波持续议论，林志坚透早亲像火线回应。论文考试的时间是2008年6月2日，伫中华大学7月7日缴交结案研究报告进程。林志坚同市长竞选办公室也提出真侪份文件说明，强调完成结案的时阵，著作权只会为教授也甲林志坚市长的手头转移到科管局。我提出了学校老师的声明之后，他们被打脸了，那现在又转到科管局这一个委托案泼脏水，持续抹黑。在林坚市长在发表硕论的时候，他跟教授跟那个老师是拥有硕论的那个著作权，完成结案之后才会这个权利才会转让为科管局。林志坚表示，绝对无使用国家资源来做家己的论文。捌有论文风波的蔡总统也伫林志坚的面册留话，讲志坚辛苦啊，加油鼓励。中华大学表示，已经有收到有签名的检举批，校方面发声明确认受理这个案，即马开始调查程序，一定2个月内完成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年底选战媒体人周玉蔻即马是表示，民进党会派卫福部长陈时中甲屏东县长潘明安，一个选台北，一个选新北。陈市长昨昏是回应讲，相关的问题有机会才回答。若新竹市长的选战，即马受风声，民众党要派立委高虹安去选。党主席郭文哲是表示，有影是捌问过郭台铭的意见，后礼拜会个讨论。好，那个问题我们就有机会再回答了哈。卫福部长陈时中到底敢会代表民进党出战年底台北市长选战？无过回答防疫优先，答案有变化，引起外界联想。提名谁哦？我想这个当然是民进党他们内部的决定。我一样坚持我现在的步调，踩稳步伐，积极争取所有大部分市民，让我成为心中的第一选择。媒体人周玉蔻并且个也聊，讲民进党将由陈时中参选台北市长，屏东县长潘明安参战新北。对象到今犹原无表态，寻求连任的侯友谊，侯友谊也互解脱，是要甲党主席朱立伦竞争立署总统台位。我跟朱主席有常年的友谊，所以大家不需要在这边多做一些文章。最重要的，我现在是一个市长的角色，我要把市长的角色做好。这个媒体公告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我目前还是以宪政为主。新调选战部分，民进党参选人新辉宏今早基层行政院是核定新竹市长林志坚请辞案，由市政府秘书长陈忠贤代理市长7月7日生效。传出民众党立委高虹安也将投入参选。党主席郭文哲表示，已经问过郭台铭意见，后礼拜会做最后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稍热。气象局有针对双北等6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轨道是爱设置强降雨。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各地拢是侪云较好天，轨道西半部、东半部山区有累接雷阵雨。日时各地是高温稍热，高温大约伫32度至35度。气象局伫早起嘛有针对双北、花莲、台南、高雄、屏东发布高温的警示，高温会伫36度以上。民众出门一定要做好早日，爱加啉水。若拜六到后礼拜三，太平洋高压继续增强，西半部高温稍热。若后礼拜三了后，菲律宾东边、南海的海面上可能有2个热带扰动在发展，敢会变风台，爱阁观察。中国一寡所在伫培养风台过后，一直咧落大雨、做大水。
河南有一台车互大水冲去，加在救援人员用绳仔将人救出来。另外，伫哥伦比亚、印度北部嘛，拢咧做大水出现灾情，造成侪人失踪，下落不明的人数阁日头咧增加。一名女子。一台黑色的轿车落落真错流的河内，女驾驶爬起来后座等待救援，就伫紧张的时阵，救援人员有安全锁到位，紧急把车窗拍破，互女驾驶穿救生衣。不过，这个查某人捌安全锁无有安，双脚落落河内，真紧张。好在到尾也是平安救起来。这个惊险的场景发生伫河南河北市，培养风台过了后，为华南地区带来大水祸。这个查某人开车经过一个淹水的桥的时阵，人甲车规个冲入去河内。另外，伫河南信阳市的一间学校，原来有395个师生互大水围掉的，救援人员靠人力甲囡仔一个一个抱起咧船顶。经过1点外钟，总算把所有的师生拢救出来。最近极端气候引起大水，伫中国南方造成灾情。气候专家是讲，这种情形可能持续到8月。拄着雨季的印度大雨落未停，撩水过街也是开车伫孟买正肃常。伫北部的喜马偕尔邦，因为河水涨悬，冲开河谷的民家甲露营区现场如苍苍。救援人员当地透明沟内挖掘，希望找到失踪去的民众。अभी तक कोई भी डेड बॉडी रिकवर नहीं हुई है और 4 लोग जो है लापता हैं अभी तक जिनका हमें पता नहीं है。外看南美洲，哥伦比亚北部同款大雨造成灾情，蒙特利亚市的河川爆花放起，民家淹起。这个妈妈无奈讲，即马连煮饭都有问题。Como el río va creciendo, va aumentando, con las olas va aumentando y los niveles del río van subiendo más. Hay culebras, en estos momentos hay culebras que ya se han matado unas culebras. Estamos cocinando, ya vea como usted lo ve allá afuera en la calle. Hay muchos mosquitos también para los niños。有关当局指出，北部科多瓦省有13000人受到影响，当时持续发布红色警戒，提醒民众要注意未来几天有可能有更加济水灾发生。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桃园有一个查某老师，去年伫中立拄到警察临检，因为伊拒绝警察专甲伊派过境，引起执法过动争议。资本检方针对2个人拢无起诉，验过这老师不服，申请再议，专案即马逆转。检察官是认为警察有滥用职权，违法临检，犯下公务员就职务妨害自由的罪嫌，甲这个警察起诉。来关心中国时报。台北大巨蛋今年底营运即马确定会跳票啊！另外，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嘛指出，阮向提出来的投资执行计划书内底有写讲，大巨蛋当年体育活动敢若占6%，也毋过演唱会这活动占66%，真无理。这个阮向违反规定嘛，批评台北市政府开后门放水。来关心联合报。电话钱起不价起，即马有愈来愈侪县市，学校营养午餐嘛挡袂牢，爱地咧起，起号大约是1成。其中新北市永和区有学校甚至起到2成，也毋过目前桃园、新竹市、台南暂时无要地咧起。另外，为着要鼓励生囝，行政院是宣布讲，对8月份开始，育儿津贴对3500块增加到逐个月5000块。啊，若2岁至6岁囡仔去读公立的幼稚园学费，嘛会更加降低。家长逐个月上济纳3000块就用的。啊，若生第2胎以上去读册就免钱。行政院预估大约有45万9千个囡仔会受到这项政策的照顾。着小者派细汉查某囝甲2后生准备转去，但国小的大汉后生转来。伊生3体，听到8月开始政府要增加育儿津贴，感觉是真赞。小孩子花费其实蛮凶，就是从一出生有喂奶粉的，应该就是差异又更大，所以我觉得不无小补。行政院强调，正咧扩大病假服务的部分，0岁到2岁的部分，到今年6月已经正式公共托育342个，提供超过9万的服务名额。2岁到6岁部分应提供47个名额，满足家长的需求。政府所发放的育儿津贴将从现在的每个月3500元提高到每个月5000元，自己带或阿公阿嬷带都有得领。扩大病假服务公用部分，0到2岁每个月补助5500，2岁到6岁读公共化甲准公共幼儿园每个月学费无超过3000，若读公休，员工是第2体以上囡仔免钱。
不过对这政策有社会团体批评是选举吹票的手法，不过也有社会团体认为利益袂歹，不过建构优先用伫环境甲赋税优惠等的实际问题上，也应该爱改善。若无疫情冲击民生，经济困难之下，少子化生育问题会来继续恶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加上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5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36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31462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计共已经超过399万例。日本超过955万例，韩国超过18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9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是超过3200万例。欧洲的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超过3100万例。全世界穆斯林的大代志是一年一届的麦加朝圣，昨昏已经开始啊！因为全世界即摆疫情有较稳定，沙特阿拉伯今年重新开放外国的穆斯林入境，开放100万人，会使去朝圣。另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是有提出警告，讲即摆奥密克戎的变种病毒长在拖。过去2礼拜，全世界的病例数有加3成，已经有加悬的趋势。庄严的气氛当中，就万名朝圣者伫大清真寺西圣殿天房，场面真壮观，参加人拢讲亲像伫天堂同款。شعوري ان انا كنت داخله عند الكعبه اكني داخله الجنه حاجه جميله حاجه رائعه بجد ربنا يتقبلها مني ومن كل الحجاج يا رب يا رب。过去2年，三国政府为防疫只开放国内信徒去。今年三国邦年规定，开放18到65岁做2剂疫苗、无慢性病、快筛阴性信徒去买者。今年有数百万信徒报名，经过网络抽签，有100万名受选，包含来自印尼的一对翁某因代替，因为疫情甲年会限制，无法度来参加爸母完成梦想。Doa yang akan saya panjatkan yang pertama adalah untuk ibu saya. Berilah umur panjang dan sehat, beliau bisa ke sana. Itu yang pertama. Yang kedua, saya berdoa agar saya diberikan kekuatan, kesehatan untuk menjalankan ibadah yang benar-benar saya ke sana ibadah. 虽然三国开放100万信徒去买者，不过新冠疫情也咧继续滚加，传染力更加强的 BA.4 加 BA.5，造成全球疫情升悬。WHO 测量指出，过去2礼拜全球病例增加3成，佫发现新的变异株。On COVID-19, globally reported cases have increased nearly 30% over the past 2 weeks. In Europe and America, BA4 and BA5 are driving waves. In countries like India, a new sublineage of BA2.75 has also been detected, which we're following. 根据外电报道 ，BA.2.75 是由 BA.2 变种进化来，有真侪无同款的突变。目前较因突破即卖疫苗甲毒株感染，国境的变异病种除了上头先出现印度，目前英美、日本、澳洲至少已经入侵8个国家。公司新闻王亚峰评论。美国最高法院顶个月推翻俄罗斯韦德案的裁决。密西西比州唯一一间有咧替人摕囡仔诊所，即马已经关门。密西西比州的负责人，若是准讲要打胎，恐惊就要用食药的方式。随着最后一天营业，密西西比州这间堕胎诊所外口，支持甲反对堕胎的民众拢来表达诉求。志工甲保全伫咧现场维持秩序，互患者会当入去诊所。Backwards as Mississippi can be sometimes, we were lucky enough to be open for 10 more days, and I just wanted to come and support them and to try to distract the street preachers from the patients because they don't deserve to be harassed like that. 密西西比州伫咧2007年通过禁止堕胎法案，妇女团体因此提过违宪。地法官重新检视1973年的罗斯韦德案，6月25票对4票推翻这项保障堕胎权的历史性裁决。I'd say that it's a victory to a degree because it's going to save a lot of children. Obviously, there's still things that need to be taken care of. There's still,
pills that these people will be able to access to destroy babies. But I would say it is a positive mov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伫咧最高法院推翻罗斯韦德案裁决了，美国差不多13个州定自动生效法，禁令将会伫咧30天内生效。密西西比州是伫咧州检察长批准了生效，所以有加10天的缓冲期。I feel like people of hatred have been given incredible room to express their hatred. And not have to experience consequences for tha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y're rewarded for that. 伫咧最高法院历史性的裁决了，根据提供堕胎手术的医疗照护组织美国计划生育协会所做的研究，美国50个州差不多一半的妇女将无所在堕胎摕囡仔，代表有3600万位达到生育年纪的女性，伫咧大州无堕胎的权利。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该详请咱做伙来看世界。出名明星林青霞伫香港飞鹅山计第42亿代表的高级主体，今仔日透早回小厝，火烧甲真大，佮请教演，因阿某拢无点处理，所以暂时嘛无传出伤亡。来关心英国首相强森已经辞职啦，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伊是表示，伊相信强森落台了后，英国对乌克兰政策未改变。全世界高追疫情抢冠，即马各地团新加坡佫出现另外一个新的本土病例。另外，澳洲即马是宣布30岁以上的人会当做第4档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针。镜头转来，咱国内政治的消息来关心国民党台南市长的参选人谢良介，昨昏有开记者会，伊是带业者指控台南市长黄伟哲收钱唔办事。业者是表示，伫2当前为着灵骨塔变更的代志，有去找市长，头尾有分3届汇款720万，不过了后就无消无息。也毋过黄伟哲是回应讲，这是不实的指控，会提出告诉，捍卫家己甲市府的名声。市长我讲，你讲的，你要安尼吼。有影有无啦？业者亚康2020年10月7日伫餐厅甲台南市长黄伟哲的谈话内容，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良介初一透早带当事人开记者会，指控黄伟哲收乌洗刷无办代志。他叫他10月6号补签的那一张形式上的对外形式上的顾问费是720万，所以他就先汇220万，加上500万的支票。业者因为灵骨塔要申请变更设置人无成功，透过议员找到黄伟哲。业者指控讲，食过2摆饭了后，讲好1000万通过变更案，伊按照黄伟哲找来姓陈的律师的指示，甲720万分做3摆汇去律师的事务所。想要到落尾变更案无通过，事务所佮寄小单甲乌洗钱合理化，包括甲黄伟哲食饭爱8万块，且律师看灵骨塔爱10万块。我迫于无奈啊！因遮的人拢借势借端，用这来我恐吓，你若无我若无付恐吓我若无付这钱，我会走路，我会倒嘛。业者知影乌洗有法律的责任，不过实在气甲挡袂牢，才会决定出面来压康。面对谢良介这边的指控，黄伟哲透早走市政行程的时阵，承认讲有食饭，不过伊讲找律师去是因为牵涉到法律的问题，而且伊提早离开，唔知影律师落尾是安怎甲因讲的。中间呢，他的讲话里面有非常多都是所谓的他自己在那边诠释或推论的，根本就是与事实有严重的落差，我们非常遗憾，也不予认同。黄伟哲法冤枉，按谢良介是强调讲，这敢若是第一阶段，这个代志还未收煞，伊会继续来压康，嘛互台南市长的选战提早滚价。记者综合报道。年底选举，除了县市长、甲议员，嘛要选里长。有妇女团体甲民间团体今年已经是第4档举办选里长的培训班，希望会当有关女性参政的比率，嘛要鼓励有心要替地方服务的人出来选里长。伫咧大街小巷甲里面办暖，查某里长黄丽瑜，才81年厝，已经伫咧新北市三重保养安里服务4年。当初时就是参加台湾妇女团体全联会女性村里长的培训班，才决心出来为民服务。
五类蜈蚣甲里面博感情上好的方式就是讲台语。因为我若看到人，我就会好喙，就会叫姨妈、阿伯，安尼因就感觉足亲切的。咱咧做代志，咱咧协调代志的时阵，就较方便。阮以前老里长是查甫的，做少侪届的，毋过我是感觉女性的力量，就是爱互大家看到。这几年台湾女性的政治人物比例增加，互看这是性别平权大进步。不过，若看数字，查某的立委占4成多，直辖县市市议员3成多，也那村里长干那16.6%，无够2成。根据中山会统计，今年年底村里长有7734席处，不过女性现任的名额少，村里长搁较有要挂1/3是东亚竞选，等于无竞争对手。妇产会认为女性比例爱至少有3成，才通改变生态。经过培训了后，伊的敏感度、性别的敏感度，甲社区关怀的敏感度，拢会当提升，会当真有迄个效率，也是讲真温暖。为着跳脱英国村里长红光白条仔卡、顾泡茶拢无做实的印象，为少民间团体也出里长手册，提出村里长新角色、新定位的思考。阮就是希望有较侪少年人会当投入选举，民主较深化。女性话头对村里做起，民团希望建构更较侪为民主、为公共的基层政治新思维，互村里长文化有新点点的一面。记者阿明真曾派文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双北公车车票，这车票钱已经是24档拢无调整过啊！若这2档受疫情影响，载客量降真济，加上即卖油是直直起价，成本增加，业者最近就拍算要提出申请，要调悬运价。若加出来这钱，到底是地方政府会倒出吸收，也是起票价？这就要看双北市政府安怎决定。大台北公车2年来受疫情影响，离峰时间班次已经减少，有员无多年无了钱。台北市公共汽车商业同业工会估计，这2年来油价起、载客少，营运成本已经增加超过3成。最近将提报运价调整申请，送市府审核，目前双北运价是19块3角外，也毋过票价维持15块。运价若讲搁起，超过地方补贴能力范围，可能会反映伫票价上。对啊，如果什么都涨的话，涨一点点，我觉得可以啦，因为毕竟这么久没有调。涨的话也是可以接受啦，应该是比捷运是还可以负担的。经营双北公车的客运业者表示，疫情加上通膨，有业者已经了半的资本额，搁无起运价可能会面临倒店。依照流程，公车业者每2年会当提出运价调整申请。目前业者已经计划伫最近提报，搁由双北地方政府进行审核。运价的调整，如果有涉及到双北的话，那我们也有一个共同审议的委员会，来会进行一个共同项目的一个审查。过去24年来，这个没有涨价，因为没有涨价，政府就去补贴，那其实就是拿大道的钱。那这种补贴的制度是不能够长久的。学者讲，双北公车票价24年无起，全靠地方政府补贴运价，并不是正常的市场机制，等于是刷未来的预算，坐落惊损。认为物价拢起的状况之下，票价也是应该合理反映。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屏东万丹土墙火山第3个月来已经喷发2届。建摆的民众、居民、当地民众拢爱开钱摒扫，了工搁了钱，所以在地县议员是呼吁县政府爱编专门的预算来倒处理。建摆屏东万丹的土墙火山若喷发，农民又该烦恼啊！这喷出来的土墙打起了后，甲土马拆掉咧，根本就无法度做事。4月份伫地震了后喷的万丹土墙火山，6月份搁发生地震，又搁喷1届，居民大概拢爱开钱摒扫。虽然有天然灾害损失的补贴，不过长期落来也是废气搁负担。议员希望政府会使编一条钱专门来处理。他每喷一次，他就把遐土捡来里遐，因为无地刷啦，嘛无地医啦吼。啊，这个有没有办法在未来有这样子的机制，说就是有类似这样子的编一个专款的一个专款专用，就是来媒合合法的土资厂来全部来协助农民来清除。我会请水利处呢，应该
找一些合法的土资厂，或是在公有土地过去的一些国产署的土地是沙坑的，能够来回填。当地想要把这土壤规划做亲像浸温泉的池，发展观光。不过，这个土壤当时的判罚在地实在真歹按算，所以也无法度实行。议员好友讲，官府也着思考未来土壤毁山那个判罚，要安怎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进前委托外包商在修整树基的时，在破坏粉椒莺的鸟仔树，佮掠走鸟仔囝，引起争议。路尾上菜篮替粉椒莺一口罩做一个收，因为即马环保团体发现讲，包商在征收果汁的时伤过差，惊讲会影响在鸟仔的成长，所以高雄鸟会就呼吁文化局应该要求包商先停工。粉椒莺的鸟仔母伫咧鸟舍无用伫咧饲两只细只鸟仔，除了听会到车驶过的声音，也有时间变叫的声音。其实里面还是有敲打的声音，啊，然后门外面有怪手。9点的时候我看到母鸟带鸽子过来，带食物过来鸟巢里面。自从粉椒莺一个火啊传染了，高雄鸟会职工逐工拢会来因看。虽然树仔狗有围起来，希望唔通惊了到鸟母啊饲鸟仔囝，不过现场施工的声音实在是有够吵。鸟会惊讲会影响两只细只鸟仔，就公布影片，希望文化局先停工。本来停伫咧门口的怪手，吹切已经刷走啊！拆了人家的房子之后，然后觉得想要弥补它，然后就弄了一个违章建筑让他们去住，那他们也住下来了。可是我们还是在施工，施工的分贝其实有时候会高达100分贝，会就是尽量用，就是说木料的检视，还有做轻度的清理的部分，去避免制造出声响跟噪音的部分。所以说，基本上我们接下来的工，在雏鸟离巢之前，我们不会有任何的重机具进场。文化局讲，现场是空军交泰所的修复工程，就要到明年中才会完工。进前包商伫咧修剪树仔时阵，损害到鸟仔树，佮甲鸟仔囝掠走。无想到讲，即马佫发生施工伤差的问题。文化局承认是因为疏失无去注意到，会调整施工的顺序。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有一个农业县市，拢有人口老化，也佫有少年家出国食头路的现象，地区出现农业欠工的问题。今年屏东有办智慧农业学校。有空间、有设备、有创业辅导，要请少年家去屏东生活，投入农业领域，实现农业帮。公司台期待青春咱的帮节目，明仔暗7点半，咱就带下乡亲，咱做伙来去看智慧农业学校安怎帮助少年农民。今年1月，伫屏东高丘成立一个新的青年创业基地，以科技农业做主题，开办智慧农业学校。伫遮有农业无人机的训练课程，来鼓励少年家来屏东生活，互人口老化的农村有新世代科技专长到3工，改善农业欠工甲农产行销的问题。第一就是讲，阮有创业的空间，会当互你来遮发展。第二就是当然，阮遮有一寡公共的设施你会当利用咱即马足重视即个媒体行销，自媒体行销，阮遮嘛有直播间、摄影间，你嘛会当来利用。伫智慧农业学校内底，即马已经有15个团队，侪少年家伫遮创业。像俊男，伊伫2019年甲公务人员的头路辞掉以后，回来屏东展开新生活。即马嘛定开体验课，互民众来参与。我进前是咧做消防的，介济阮进前的同事啊，也是安怎因为足侪代志个受伤，人活的时间足短，所以阮爱把握时间，好好去做咱真正想要做的代志。所以我个转来和爸爸学做木工安尼。介济人会感觉咱青年个是草莓族啊，也是安怎？毋过我感觉毋是，是咱坚持咱对的物件，咱爱做。别人较会看到。伫遮，逐礼拜拢有假日市啊，开放互民众来摆摊。今年28岁的吴玲伫智慧农业学校开一间影像工作室，用家己录影的专长帮助农民用新媒体做网络行销。其实屏东是全台湾上大的农业县，阮就想讲，因为阮即摆做摄影，透过网络的行销，互农民有一个新的销路，会使去做较多的代志。
要安怎让少年家的尊重甲兴趣伫农村有发挥的所在，通好好过生活，是真侪农业关系的难题。徛伫农村的需要，甲少年家的角度来思考未来是非常重要的。智慧农业学校要做少年家创业的起家厝，让每一个梦想拢有实现的可能性。记者卢尚如、林建如，屏东县报道。顶个月，文化部发布由洪世峰接国家人权博物馆馆长，昨昏举办交接典礼，现场有邀请政治受难者甲民间团体参加。有民间团体就表示，人权馆的权力不够，造成威权时期的档案调阅甲研究伤过头慢。在文化部见证之下，国家人权博物馆新任馆长洪世峰甲应承承接落来。文化部顶个月28发新闻稿，宣布人权馆新任馆长的人事安排，在这个月初7举办交接典礼。新任馆长洪世峰表示，未来下单位合作是人权馆的业务重点。馆所这边跨域的结合哈，这一定是要做的哈。那另外有关政治档案的开放啊，不义遗址的重现啊，那当然有关这个国际交流。这些都是我们将来要实际好好的去推动的一个方向。人权馆推动威权时期档案文物的典藏甲电视，各有研究等等。但是政治受难者团体指出，在实际推动上，人权馆的权力不够，造成侪档案研究的推行脚步是真慢。足多文献呢，到今嘛呢，一直搁被封锁起来。有的文件呢，根据政府的规定。时间到就销毁，为该有较加一撮啦。应该来办馆了，无你连调阅馆都无在调行。持续跟档案局跟一些单位来做一个沟通协调哈。那这个部分因为现在整个档案的是移到我们人监馆这边来，没有立法前，我们还可以透过这些有关协调的部分来做一个处理。洪世峰表示，即马档案主要伫咧档案管理局，会甲因进行联络，处理档案调阅的业务。上任了后，就会随开始处理。记者郭本条随新北报道。老师总讲对学生囡仔性侵害调查是真正有影，安尼这老师爱放实头路，而且永远袂使阁做老师。验过人本基金会经过这几档协助处理的经验，因是发现讲，真侪受害学生囡仔拢爱伫1至10年后才有勇气讲出嘴，所以因是建议讲，应该爱伫性平法相关的听书内底爱改，爱定出扩大调查。这件事情在心里面20几年都没有出来讲，那是真的是自己当了母亲之后会比较勇敢。惊讲家己的囡仔也会受害，A小姐决定要徛出来讲伊读小学时阵受性侵害的代志。进前，伊伫咧人本教育基金会协助下，要求伊细汉读的台南一间小学做性病调查，结果发现，还有另外10几位学生也受害。要求女学生钻进她的办公室，好，然后在她的办公桌底下，他把她的长裤拉开，要求女学生去摸她的那个生殖器，或午休的时候把学生带到泡茶区，然后在那里面去舌吻或者是猥亵女生。人本教育基金会讲，这个现象的老师，捌伫咧台南甲台中的小学教册要到30档，50岁退休了，搁开补习班。虽然经过学校性平会认定性侵害成立，不过被害者大部分拢是20多档前的学生，伊也退休18档，搁有领到退休金，也无法度追究伊的刑事责任。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的防治准则纳入学校。还有主管机关那可能在我们的个案中，就是县市政府的教育局应该要有扩大调查的行政责任。立委范云甲人本基金会讲，这种利用权势性侵的案件，真侪加害者拢是累犯，甘被扩大处理。过去各地方政府的态度拢无同，因也主张这种案件追诉权时效应该改做对被害者成年了才开始计算。教育部表示，会针对防疫准则做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工研院最近有发表一款新的化学技术，会使甲回收来的二手衫分解了后，再去用这布料做全新的衫裤，来回收会当完全再利用。希望嘛会当协助咱台湾纺织业达到净零排碳的目标。先甲回收转来衫裤，加做细细地了后，装入去反应槽，透过工研院研发的新技术，原本的材料变做牛奶色的液体，佮再过滤。制作出会使再利用的原料，经过加工，一领新衫就出现在面头前。可以从原来都是丢弃或是焚烧，
能够发展一个把这些纺织品能够回收再做成纤维，再回到我们现在穿的这样的衣服。这是我们现在全世界所有品牌商都希望在追求的一个技术。除了二手衫裤以外，更利用农业废弃物，不论是植村的番麦，也是葱头、甘蔗坡，都会使变做环保餐区。我们做出来这个瓶子呢，它不但比现在传统的效果更好，而且呢，它的煮气的效果更比现在的传统的聚酯瓶有更好的这个煮气的效果。想办法帮助我们台湾产业。帮助台湾在2050净零永续上面尽我们一个研究单位的一个责任。今年是工研院成立49周年，工研院表示，面对未来2050净零碳排趋势，希望以创新的减碳技术协助产业转型，提供环保的解决办法。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为了帮助一寡经济较弱势的家庭。嘉义县总工会即阵是串联水电、油漆、装潢、营造这业者组一个志工团，出钱出力，互一寡日子较歹过、较弱势家庭，替因家徛家翻新，改善因的生活品质。下漏水的厝下拔起来了，真侪志工排队一个线一个该接来，搁再用铁皮嵌厝顶。经过半个月嘅修理，厝大起来有较舒适，厝主也真欢喜。我成交只要1-2年尔。像安尼是嘛修理好啊？你感觉安那？足好困的，足好的。评估之后就觉得有需要，然后马上来替他施作。那施作完成之后，我们把他的屋顶翻新，然后室内我们把它重新油漆、水电重拉。这次我们总共动用了5个工会。因为心脏开过多，厝内也有身心障碍的人爱照顾，厝主一直拢住伫咧下漏水的厝内。嘉义县辅导职业工会罗岗青年发展处为了要帮助弱势家庭，整合营造相关的资源，成立嘉义8工修缮利他协会。社会上很多弱势的朋友他需要做房屋的修缮，他可能没有相关的经费或资源，那我们劳青处就整合了跟修缮、跟营造有关系、跟房屋修缮有关系的职业工会，来一起来做志工，那来协助社会上需要协助的好朋友。协会讲，嘉义县过去弱势家庭厝内若是有整修的需求时阵，拢会透过转介等国内专门的团体来协助。即马嘉义县有家己的团队提供协助会更较紧，不过进前经费拢是靠县内的仁爱基金会，嘛希望民间的力量会当来斗相共，协助改善弱势家庭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色，来去看南美洲的智利有一寡所在是真欠水，所以长期大蒙雾的所在，亲像山区，民众拢会用网来收雾器，甲转化做会当用的水。最近智利就有一间酒厂用这雾收集来的水生产秘鲁，即马听讲这口味真特别，带乡亲咱斗阵来品尝。伫个南美洲的国家智利的山顶，一个查甫人伫个检查伊戴好的网仔，到底这网仔是要用来掠鸟啊，还是土啊？无讲你毋知，这是专门用来收集山顶的雾，号做保雾网。保雾网的材质是用未吸水的奶酪锁仔来做，所以雾打伫个网仔顶头了后，水汽就会慢慢凝结，变做水珠滴落去下骹的收集座内。El Parque General de Atrapannivel a este lugar posibilitan cerca de los 540.000 litros de agua。事实上，伫个南美洲的智利、普鲁，也是伫南非的山顶，有一寡真欠水，但是定定拢伫个大雾的所在。住喺遐的人，就想出这种保雾网的方法，将雾转变做水来使用。毋但会当摕来压花种菜，经过过滤甲净化了后，嘛会当提供予一般家庭来使用。即马当地甚至有一间酒厂用这种保雾网收集来的水来做秘鲁，听讲啉起来有淡薄仔咸咸，口味非常特别。嘛变做是全世界唯一一种用雾水来做的秘鲁。因为七里八部欧瓦里的山顶真欠水，除了用保护网收集雾转变做水来使用以外，当地的民众嘛真珍惜每一滴的水，尽量袂浪费。参像当地的学校，都会将学生囡仔洗手的水收集起来，回收搁再利用来压树啊、甲压花，或者个原本敢若有黄土甲杂草，山顶的沙漠会当变做一片青翠的绿洲。记者甘燕燕编译。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了后，国内外有媒体拢会甲咱台湾的问题摕来甲乌克兰比，但国内嘛有一寡民众产生危机的意识。台湾就有一个民间团体举办战争体验活动，报名人数加几6倍。掩护我，掩护我！因穿军衫，手提步枪，也是火箭炮，密伫车后找机会。这场都市航路前的模拟场景发生在新北市，学员每一个动作真的依照教练的指示，学习安怎防卫家己甲攻击。今天会参加这个课程的话，当然乌俄战争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这个现年47岁以叶教授做副会学员，本身伫做行销工作。伊表示，俄乌战争发生引起真侪人内心惊吓，而且伊也感觉未来中国武力犯台是早晚的代志，所以决定伫礼拜六参加战争体验营，做好准备。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嘛。那同样来讲，就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自己，就是必须要讲明白，就是必须要歼灭敌人，就阻挡敌人的进攻。主办一系列战争体验课程的业者是指出，台湾人大部分住伫城市，都会航路前的机卡尤其重要。为2月底俄乌战争开始，来参加课程的人数就增加2至4倍，国家强机扰台正接，也加深台湾人危机的感受。所以愈来愈侪人对相关课程有真大兴趣。34岁林小姐就选择来上基础的第一程射击课程。中美关系紧张导致台海之间也有一点危机，所以我自己觉得啦，自己感受蛮深的，所以觉得那如果真的万一假设之后有战争的话，如果会一些基本的枪支上面的知识，然后会使用，也可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根据法新社报道，5月一份调查显示，有61.4%的台湾人愿意伫遭受侵略的时阵提武器上战场。学者认为，乌克兰人坚强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意志，也加深台湾人保卫土地决心。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跟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不想受到外力的改变，所以如果需要付出代价来保障自己的家人，那我相信他们是有些人会愿意这样做。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关心环境，欧洲议会初六通过甲核能、天然气拢列做环保会使互环境永续的一款绿能，希望讲会当对减碳有帮助。也毋过，这部分环保团体针对核能变做绿能，因是无法度接受，表示一定会采取法律的行动来抗争。欧盟执委会今年初提案，将核能甲天然气列为绿能投资项目，促进民间投资，帮助欧盟达成气候目标。欧洲议会有赞成也有反对，初六全体表决以378票支持、278票反对得到通过。随其都会欧盟19个成员国当中，有19个否决按无天然气甲核能对伫明年列入欧盟的永续分类标准。现场同时表出可声甲不满的声音。Chtěl bych zdůraznit, že to je velmi křehký návrh vyvážený, návrh, který vychází vstříc celé řadě zemí, které budou moci splnit své závazky vyplývající z Abstimmungsergebnisses. Bleibt die Bundesregierung bei ihrer Position und betrachtet Kernenergie als nicht nachhaltig. 欧盟推出永续活动分类标准，原本是要确保做出环保声明的金融产品符合相关标准，厘清绿能投资的中间地带。如今核能天然气成为绿能加速阶段高污染化石燃料过渡时期的解决方案，表示核能甲天然气厂未来申请国家补助、低利贷款、争取金融界投资，拢更加合理合法，牵动数十亿欧元的资金。相关产业拢表示欢迎，反对人士是批评欧盟体现导致战历史。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组织要求欧盟做内部调查，未来无需采取法律行动。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天气报道者来关心今仔日天气小热，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双北等6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若过道同款爱细致上大雨。所以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是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
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是26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期待早起新闻，祝你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